喺珠海好多標誌性建築都拆咗，但係九州城依然喺度。喺九州城辦華僑係80年代珠海人最潮嘅項目。九州城建於1984年，因為面對九州洋而命名。主城樓參照北京古代宮殿設計，裡面係園林庭院設計。起初九州城入邊有30幾間商店，有進口嘅商品同家電、高端金器工藝品，但普通人係買唔到㗎，要憑外匯券先有資格購買。喺度消費嘅大多數都係華僑同外國人。喺九州城最受歡迎嘅就應該係呢個2米高嘅獅子啦。係當時唔少人喺九州城留影都有佢哋㗎。九州城仲舉辦過非常多嘅大型活動，例如1990年珠海經濟特區成立10週年慶典，當時大領導喺城門齊聚一堂，好多花車巡遊，路兩邊逼滿晒人，係我細個印象中珠海最熱鬧嘅一次。仲有1993年賽車同1994年嘅 FIFA 認證國際 GT 耐力賽，賽事喺吉大街道舉辦，係中國大陸首次引入國際賽車運動。係我第一次見到啲賽車咁快可以戚戚咁轉，真係好刺激啊！呢度都係99年澳門回歸嘅會場之一。呢個澳門回歸嘅倒數大熒幕，你哋有冇印象啊？後面呢個九龍頂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呢？九州城後面嘅珠海賓館係1979年由霍英東等知名人士牽頭籌建，1982年正式開業，係珠海招待外賓同外商嘅重要酒店。呢度最威水嘅呢，就係1984年鄧爺爺南巡嘅時候喺度寫低咗一句珠海經濟特區好。當時珠海賓館不得了啦，酒店嘅房間都係用歐洲進口家私，仲配有當年稀缺嘅台式電視、電話、冰箱。相當而家喺房間入邊配咗最新嘅蘋果手機同平板。當年呢度選員工最基本嘅標準就係靚，仲爛過選港姐啊！可以話當時珠海嘅靚仔靚女都化晒妝、梳晒油頭嚟見工。聽過最瘋狂嘅88年嘅聖誕舞會，有個富豪包全場撒美金。話說當時有個保安執到臭腳手褲去買樓啊！80幾年嘅時候喺呢度飲杯咖啡要15蚊嘅外匯券㗎，真係一啲都唔平啊！細個嗰陣最中意嚟呢度嘅假山玩。相入邊保留咗好多美好回憶，而家珠海賓館前面嘅九龍頂依然喺度，但其他已經轉變成高檔住宅同商業街。你知唔知邊度仲保留咗老珠海嘅城市地標？評論區話我聽啊！